的三纲。什么是三纲呢？就是我们君与臣之间，君要人，臣要敬啊。什么是君要呢？当一个上司的人，他要有一个仁慈的心嘛。那当一个他的君臣，当一个臣，也就是他的下属的人，他要尊敬他的上司，这是后学在说的君臣之间的关系。那第二个就是说父与子啊，当为一个父亲的，他要有慈爱的心；当为一个子女的，要孝顺父母啊，这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。那再来就是夫与妻之间，的关系，夫要义，妇要顺，就是当为丈夫的人，他有义务要照顾好这个家；那当为他的太太的人，他要顺从他的先生。那再来就是说这个五撇，这五化不是五撇，就是在说我们的五常之德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，我们本剧组的仁义礼智信啊。当一个人有仁慈的心啊，他所行出来的行为，他是一个有益的。当然，他的行为也合乎有礼貌的、有礼节的人。当然，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呢，他与人交是交代于信啊，就是这个信里是在告诉我说，我们本剧组的三纲五常嘛。那这个礼呢，其实这个礼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天堂啊，我们简称说礼天。然后如果说礼天听不懂，我们来说那是天堂好了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个，因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性是上天给予我们的，可是我们这个性在上天是约礼呀、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赤子之心。那真，什么是真呢？因为我们灵明本性来自于上天赋予给予我们的，所以它是真理，它是真实的啊。那至于传什么呢？有句话说，自古佛为传本体嘛，丝密悟本心。那本心传什么心呢？就是三宝心法啊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佛堂，那点传师是不是传给我们这个三宝心法？那这个三宝心法是不是要来修持啊？对不对？那修持是不是要把我们今天求的这个道啊，是不是要把道落实在生活当下？那各位浅显就说，我本来具足的灵明本性，为什么还要修呢？好，那后学刚刚是有在这说，这个礼天我说天堂嘛，因为我们在天堂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们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。可是呢，我们来到人世间呐、我们已经迷失了我们的自信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的五官、眼、耳、鼻、口、意不断的向外攀援，不向的追求什么？财色名食睡啊，追求名利啊，所以迷失了我们自信。我们自信没有一刻能够清净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本身具足的这个道啊。所以呢，今天传的这个三宝心法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是找回我们那一颗放失已久的那个心，对，那一颗心而已呀、那所以呢，这个先天大道心理真传，就是我们今天求的这个道，就是我们将来要回去理天的一条光明大道。所以孔夫子圣人要说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呀、
们都没有读书啊，然后百姓比较善良，比较淳朴嘛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只要帝王发号施令，他的子民就是全民总动员，所以就违拼上令啊，所以帝王发号施令，他们上下都平安，就是风调雨顺啊。所以人家才会说有道是人君啊，比如说尧舜禹啊，他们都是人君啊。那之后这个道脉传承到周王以后，因为周王他残暴不已啊，所以那边的时候他的子民居住不安定，那也是个战乱的国家。所以道脉在那边传承夏朝、周朝、商朝之后，转传到中古时代啊。因为在中古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要得到道，他们必须要先修道，他们必须要先修道才能够得到道，他们必须要先修3000功800果的圆满，必须说要经过千万模考，欲考不对啊，其心坚定，并且他们的道心还要感动了上天啊，上天才会安排那个仙佛菩萨去传给他们信理心法。而当时这个心理心法，这个法是不传6耳啊。什么是6耳？就是一个人有2个耳朵嘛，2个人就4个耳朵，3个人就是6个耳朵。所以呢，就是师传给师啊，不传第3个人。那今天我们能够得到道，也是因为完全天时的应运，时机在转变啊。什么是天时的应运，时机在转变呢？我们或许现在讲天时，天时像我们现在可以在马路上啊，就会看到电线杆，他说就会贴了一张说天时紧急啊，世界末日啊。那可能大家可能看一看就走过去，根本不会注意说这是什么意思，看一看就过了。可是各位浅显一定会在我们大自然，还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观察到一件事情。那就是我们现在啊，这世界灾劫不断，还有比如说天灾啊，比如说雨灾、风灾、旱灾、土石流、大海啸，或是很多一些天灾人祸、SARS、口鼻疫、瘟疫，是不是造下很多人意外的伤亡啊？那各位浅显就觉得说啊，现在他们的生命很无辜，怎么那么倒霉会遇到这种事？但是你们有没有去就是去思考一下说，为什么这些灾劫不断呢？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的人祸伤亡？试问各位浅显，他们生命真的很无辜吗？其实，在我们实体看到的，觉得说他们真的很倒霉。可是从我们的因果观来看的话，其实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业，因果共业啊。然后，因为现在因果业力已经加速12倍来催讨了，然后所以呢，各位浅显就会想说，我这一世啊，做人都平平凡凡，有没有造下什么罪过？应该是没有什么冤欠会来找我。可是各位浅显，你有没有去想一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啊，我们已经轮回6万多年了，我们这6万多年，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的罪过，那也不知道对不起人家什么事。业力还没有找上我们，也有可能我们的业力已经在无形中盯着我们，只是它要等它时机成熟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些灾劫不断，其实都跟我们人心有息息相关的哦。为什么会说和我们人心有息息相关呢？这个人心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啊。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。其实跟我们人心有息息相关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。所以呢，今天会降下这个道啊，就是要把人心为良善，要把这股善良风气冲上天，要化掉这个灾劫。那怎么在说？那后学来会说什么是时机？然后时机在改变，什么是时机在改变呢？那我们刚刚不是说灾劫不断嘛？那也可以观察到我们当今的社会，可以说现在的人越来越不重视孝道了。
是不是我们人出了什么问题呢？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，我们虽然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富裕，然后人们的物质也很享受，可是呢，大家有没有发觉到我们人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冷漠啊？那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越来越有距离？那我们人啊，是不是越来越缺乏了什么？就是道德以及伦理观念啊。虽然说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但是就是这个跑掉。所以呢，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那大家在世风日下，为了要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啊，是不是大家是做出很多的罪过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只要打开电视台，就会看到新闻报道说，杀人、放火、抢劫、窃盗、贪污、黑心商人，是不是造下很多的罪过啊？那我们可以去思考，这些罪过其实都是跟我们就是这些罪过都会遭使这些灾劫啊，而这些灾劫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啊。所以应着这个时机啊，所以老母娘，因为老母娘她不忍心善恶不分啊，玉石俱焚，也就是好人与坏人都遭劫嘛，所以她将自古不轻易泄露的秘宝给它降下来。当然，他降下这个宝贵大道，会就是济公活佛，他应了这个天时以及时机来道中下凡来传道。因为济公活佛他不能一一分身来传道，所以他将这个宝贵的天命交代我们道中有贤贤大德之人。刚刚我们是不是跪在佛桌前，他是不是立愿来求道？那有一位穿黑色道袍的，他就是带领济公活佛来点开我们生死窍门。那他就是传给予我们的三宝心法。那如果说等一下后学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这个三宝，那请各位贤贤要把这个三宝谨记在心，谢谢。